咱现代人要去落草无熟的所在，若要找路，就要靠手机仔的 GPS 地图来带路。不过，这个功能对视障者来讲是无啥利便。东京就有新创的企业开发出一种倒伫鞋仔顶悬的辅助工具，透过震动的方式替视障者带路。 鞋仔体彩加白色的感应器装伫咧鞋面甲鞋仔内底，简单的辅助工具就装好啊。这是东京一间新创企业为了协助目睭无好的人出門找路所研發的輔助工具。手機啊，各種專業的 APP 就當開始使用。初めての場所に行くときにはスマホの音声案内などが頼りですが、音声に集中すると周囲の状況に気を配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と言います。 这种找路辅助器有分正脚甲倒脚，一个辅助器有3个感应的震动点，分别伫咧脚盘、脚底边、加脚后底。只要事先伫咧 App 内面输入出发的地点、加要去的所在，出门了，鞋内面的感应器就会依照无同方向甲行动提供指示。像说咱要倒发，倒脚的脚盘会先震动，等到细发的所在到啊，两只脚6个点拢会震动。那这么就随要倒发，倒脚3个点也会震动。 23岁6四的古田光基，这么出門都用这種輔助器。周囲の環境に耳や目を向けながら、かつ足でナビゲートしてもらうことができるので、人混みが多いところ、そういうところにも積極的に足を向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伫即马这種雙腳導航輔助器，亦個需要改善過車路拄到信號等問題困難。 希望會讓予更加濟視障者出門自由自在。另外，伫行道要替視康無好的人所研發的安全輔助工具，像視康無好的雙腦夜視，就算裝作聽器也定定無聽到後邊的聲音。怖くて、しょっちゅうこうやって振り返りながら歩くようにしています。 这种輔助器愛派一個小型雷達，個會當接受雷達信號的表啊。若行伫咧路的後邊有車挖來，前置雷達就會傳送震動信號到表啊頂頭。佇車挖近的前5秒，提醒愛注意。不過，這種輔助器怎麼對連線車流挖近的偵測，也個會改善，希望會當國家進一步改進設計，幫助國家濟耳仔無好的人。公司新聞陳思東編輯。